台南市美术馆为开馆以来，持续推动台南在地艺术界研究甲展览。这摆特别以民间信仰甲在地风土为方向，挑选洪通、张炳堂、徐元富、蔡草如4位艺术家的作品。那这4位艺术家，其中有2位曾经在台南市美术馆举办过个展，这有大型的一个研究的这个展览的成果。那我们这次的展览，它其实是将这4位艺术家再分为总共3个展间，是希望让台南的市民，甚至是全台湾的观众以及国际的观光客，可以认识到台湾的，尤其是台南重要的在地艺术家。展览分别呈现这4位艺术家的创作特色。在张炳堂的展区当中，主题上有特色的主题庙宇。蔡草如专长将东西方面在高粱，同时以信仰生活甲生活信仰为创作脉络。许元富的展场会当看到各种无同的题材，透过作品会当看到伊对恋爱的热爱，同时呼应张炳堂甲蔡草如的主题。最后在洪通展区，以风格分为3区，同时作品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。那这是很感谢台南市政府的典藏品，里面他们有30件洪通的作品。我们在这个30件的选件范围之中，选了总共13件作品。那分为因为展期1年，所以分为2个档次，所以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还会再换展。这个展览为期1档，这展览积极目标是后续作品境外会以信仰甲风土美选行条件。期盼民众透过无同的观点，认识台南在地艺术家，并是在因更较侪面向的作品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